再来，咱同齐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，伫北部、东北部甲东部天气会感觉较凉。咱同齐来看温度。今仔日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山湾是9度之，一人今仔日全台湾低温大约是13度至18度。一日时的高温伫北部、东半部是有19度至22度，其他所在高温是23度至26度。今仔日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，水汽有减少啊。敢若像基隆北海岸、东半部、大台北山区有局部阵雨，雨水已经无昨昏遐尔高啊。一若暗时剩东半部会落湿湿啊雨尔。寒人的时是吹东北风，甲空气污染物拢吹来咱台湾。昨昏伫云林、马祖空气品质拢有出现红色的警示。一若刷落来这几天，中南部的空气品质嘛无啥好，会是柑仔色的提醒。另外嘛要提醒乡亲，明仔载拜三温度阁会回温，也毋过拜六呢，阁有一波冷空气会到位，会达到寒流的级数。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、东北部首先转凉。这一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拜二、拜三起气温回升，一直到这礼拜六，锋面通过，伴随大陆冷气团入南，会阁变天。锋面通过和冷空气不断递补下，变成了这个大陆冷气团的情况。周六的时候的降雨范围会是最大，就是在中部山区、北部东半部这个地方下雨的情况比较大。受东北季风带来境外污染物的影响。环境部预测，随着南山雨，中部以北空品有希望渐渐改善，也毋过中南部受到扩散条件无好的影响，所落来3天，有缘会是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柑仔色空品。明天开始，这个东北季风就减弱，会变成偏东风，所以大概还是中南部的地方还是大概都会是橘色提醒等级。另外，后礼拜的天气，国外模式预测冷空气带来的低温会来到个位数的温度，民间有报公司认为，目前初步看来，强度有机会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，敢会达到寒流，也需要去观察民众会当把握。这礼拜3到拜5回温的好天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